总算会使出国啊！台湾边境管制拍算伫10月13要解封，同时日本嘛伫11会开放自由行，民众期待出国，也过上网络一个看，发现讲机票比英国更较贵，因为航空油价即马愈来愈贵，愈来愈悬，再加上防疫的成本的问题，李英社讲，以日本东京来讲，机票加饭店就起差不多3成到4成，虽然讲费用有较贵，不过有真侪民众意愿想要出国。台湾门店要拍开，预计伫咧10月13号解封，同时日本嘛宣布11号开放自由行，民众期待足久的，不过上网络查，机票煞变价贵三三。不会这么快。对啊，因为反正都等2年多了，不差这几个月。很想出国，对啊，闷很久，还可以接受啦，因为现在想出国人真的太多了。以日本大阪来讲，解封后的团体旅游介绍，俗价航空机票加酒店15000，国际航空是3万外，和疫情进行相比，拢总增加要3、4成。明年第一季的部分，又是日本的热门的旅游旺季，加上台湾的农历春节，还有228连假，那以及接下来3月的赏枫，所以整体市场还是一个供给大于需求的市场，票价的降幅有限。若是安怎会起价？原来航空油价今麦嘛是较悬，每一趟要110多块美金，超是3600外新台票。若是超过3100，航空公司就袂趁钱，防疫成本嘛会照出。就算机票真贵，想要出国的人嘛是真多。刚22号，日本机票和饭店的注文就增加超过3倍。台湾旅客最喜欢的这个目的地，包含有像是东京、大阪、北海道、函馆、青森。10月13号禁团令解除的时候，相信当天在机场就会有团体旅客出团。旅行社嘛特别伫咧11号开始推出东京优惠的介绍，现阶段出国机票有较贵一丝，不过想要省的人嘛是真多。到底敢有要加开钱出国，得看民众家己的意思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